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9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9节，约书亚记第2章第1节到14节，马太福音11章17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言行合一。言行合一有许多不同角度的了解跟解释。知易行难强调的是知道的容易，但是要实践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有人将言行合一作为表里一致的诉求，这个方面就是比较多说人心里想的跟实际的行为不一致。也有人说这是说一套做一套，表示这个人不诚实不实在。另外也提到某些人言不由衷，口中唯唯诺诺，满口答应却无法兑现，甚至早上承诺下午就可以变天了。这样的人好复杂，也非常难相处。我们看到约书亚他所派的侦探进入到耶利哥城去探查军情，他们就进入了妓女拉合的家中，后来因为被追捕而得到了拉合的协助。要离开拉合的时候呢，拉合就要求这2位侦探记得他们。侦探也答应他们，将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请拉合以帮助他们的红绳作为记号。他们是信守诺言的，是言行合一的，就如同上帝的应许一样。约书亚记第2章第1节到14节的经文，嫩的儿子约书亚从什亭派了2个探子，要他们在迦南地秘密的侦查，特别查探耶利哥城的虚实。他们到了城里，在妓女拉合的家里过夜。耶利哥王听说那晚有以色列人来城里侦查，就差人去对拉合说，在你屋里的人是来查探国家机密的，你要把他们交出来。拉合说，确实有人来过我这里，但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。他们在太阳下山城门关闭以前就离开了，我没有问他们要往哪里去。如果你们赶快去追，一定可以追上。王就派去搜索的人离开耶利哥城，城门就关了。那些人搜寻以色列的探子，直到约旦河的渡口。2个探子还没有睡觉以前，拉合到屋顶上对他们说，我知道上主已经把这块土地赐给你们，这地的每一个人都惧怕你们。我们听说过你们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上主怎样使你们前面的红海干固，也听说过你们怎样杀灭了约旦河东岸的2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。我们一听到这事就害怕，一想到你们就丧胆，因为上主你们的上帝是天上人间的上帝。现在请你们指着这一位上帝对我发誓，你们要善待我一家人，像我善待你们一样。请给我一个保证，好让我相信你们。请你们答应饶了我父母、兄弟、姐妹和他们家属的性命，不让我们遇害。那2人回答，如果你不泄露我们的秘密，
我们就答应你。当上主把这片土地赐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以真诚善意对待你。如果我们失信，愿上帝取去我们的性命。拉合的房子盖在城墙上，因此他用绳子把那两人从窗户垂下去。这两位探子是诚信之人，他们是言而有信的。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期间，犹太人对于耶稣多所批评。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反应这样也有所回应了。马太福音11章第17节到22节，我们为你们奏婚礼的乐曲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唱丧礼的哀歌，你们也不哭泣。约翰来了，不吃不喝，大家说他有鬼附身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大家却说他是一个酒肉之徒，跟睡棍和坏人交朋友。但是上帝的智慧是从他智慧的果子彰显出来。不信的城，那时耶稣谴责曾经看见他行过许多神迹的城市，因为那些地方的人没有悔改。他说：哥拉汛啊，你要遭殃了；伯赛大，你要遭殃了。我在你们当中行过的神迹，要是行在泰尔和西顿，那里的人早就披麻蒙灰，表示他们已经弃邪归正了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在审判的日子，泰尔和西顿所遭受的惩罚，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呢。犹太人是言行不一、言不由衷的一群人。事实上，他们是因为不信。耶稣基督提到了那外邦的推罗，就是泰尔和西顿的人，他们真心的对救恩有所反应，反而更有可能因此而得救。反观那些称为选民的犹太人，他们因为口是心非、言行不一而无法得救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9节，我爱上主，因为他垂听我，他垂听我的祷告。我每一次求告他，他都垂听我。死亡的绞绳环绕着我，阴间的恐怖笼罩着我。我被恐惧、焦虑围困着，我就求告上主说：上主啊，我恳求你，求你救我。上主仁慈至善，我们的上帝满有怜悯。上主保护单纯的人，我在危难时他救了我。我的心要恢复安宁，因为上主一向恩待我。上主救我脱离死亡，他使我不再流浪，使我不至于绊倒。所以我要在上主面前，在活人的世界行走。恳求上主帮助我们成为里外合一的人，也让我们能够为自己所说出的话来负责任，不要让我们成为没有诚心、出尔反尔、自以为是的人。求主赦免我们的软弱，帮助我们诚心的相信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